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真是浩浩荡荡啊！看来给咱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！你跟队伍后面，截住他们，捡好东西拿！好的，大王。儿郎们，我们的女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眼巴巴的，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一趟了。
起，花公子。母亲，你别哭了。母亲不能不哭。那孽障的孩子呢？至少那孩子被除掉了吧？姑姑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如何对得起威后的嘱托？如何有颜面去见威后啊？姑姑糊涂，你若能放芈月一马，我们在宫里与实再忍一忍，总能与她相安无事，何苦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？王后打算息事宁人，可那芈月绝非是省油的灯。王后莫不是忘了临来秦国前，威后给王后讲的预言，八星出世，当主天下大变。那个芈月是要抢你王后和我们荡儿的太子位分的，他就是要抢走本归属于你的所有东西。奴婢怎能袖手旁观，容他得逞啊？可是我不能没有姑姑。王后自小宅心仁厚，姑姑给你做什么都值得的。但若不是王后心肠太软，一次次的阻止我下手，或许我们早就除去了那个心头大患。不怕王后怪罪，就是怕你从中作梗。姑姑这次才狠心给你服了安神丸。不是什么大秦王后，我只是个陪嫁的应女，不值钱。你骗谁呢？啊，性子如此强悍，见识如此不凡，若非楚国公主，哪来的如此心性和教养？哼，你若不是王后，那这天底下就没有女人敢居于你之上了。哼，若是王后，身边怎么可能只带这么少的护卫？如此轻易落入你们的手中。不错，我的确是楚国公主，不过我是庶出为应，王后是我的姐姐。在被你们袭击的时候，我换了她的披风，为了引开你们。她此刻应该已经到商县了吧？哼！你果真不是嫡公主？当然不是。抓你的时候我就起过疑心，如果你是驾驭秦王的新王后，哪会跑来这么一个小男人为你拼命？哼！你的买卖亏本了。这王后的妹妹，多少也值几个钱吧，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。嗯。来，给你搬上车啊！哎，这箱子好沉呐！时间啊！我帮你搬。来，这边。这下好了啊！回去等着大王赏赐吧！啊，哎，可不少啊！有了一箱，赶紧把那个箱子搬过来！哎，这里还有，快点！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出离子。张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张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军万马，略施小计，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。想来有张子在，要让那六国合纵变得分崩离析，并非难事。大王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。
本王这次来郢都，名义上是来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，还有变数。张子看，这步棋该如何走啊？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，这五国合纵就告吹了。不过赵侯雍这几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来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里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个劲敌呀。那赵侯雍与朝阳来往热络，朝阳在宫中根深权重，若他站出来为赵侯雍说话，这分量不可小觑。你今日晚些时候，给晋上送些好礼过去。即使朝阳替赵国鼓吹，那晋上也该有话可说。你送礼，他也会送礼，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？可有一样东西比礼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对秦王有情，秦王对楚公主有意，为什么要将这个事吗？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，寡人就要走了，不知道这十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？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。果然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姐儿，剪一缕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大德感激不尽，自当重谢。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啊？苏公子救我于水火，梦莹无以为报。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，苏秦只求惺惺相惜。现在看来，义后也不能免俗啊。苏公子洁身自好，梦莹知道，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。义后若真想谢苏秦，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。至于这些财宝，在下不会接受。梦莹愚钝，既羞辱了公子，又羞辱了自己，还望公子见谅。哎，以后不必过分自责。在下失礼了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要鸟，要鸟。我喜欢鸟。既然要小黄鸟，就要给娘亲备凯风。继儿要是忘了的话，葵婆婆帮继儿背吧。哎，会不会啊，继儿？海风自拿，吹比齐些。背得好。
大王，吉儿，吉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说说看。娘亲辛苦。说得好。